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萨尔亚·阿德里汉。我出生于2004年6月11日，在中国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。我跟随父亲在2017年移民至哈萨克斯坦，现住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市。我们为了尽快，我的母亲古丽兹拉·哈里别克，她因为工作关系未能拿到护照，被迫留在中国。我和父亲拿到了哈萨克斯坦国籍以后，立即向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申请制作了家庭整合的邀请函，并发到了母亲手上。母亲拿到信以后，第一时间向教育局和公安局申请辞职，并出国与我们团聚。但由于我的母亲的弟弟和妹妹被关押在所谓的教育局中，所以我的母亲不同意我母亲辞职出国的请求。我和母亲未见面已经1年了，我非常的想念我的母亲，所以恳请大家尽快让我们一家团聚，谢谢。